这期对7月初一开始到7月底举办作家阅读会。今年这个文学活动是第25届啊，台湾是主题国。这主办国这期隆重邀请台湾31位作家去到这期斯洛伐克等国家分享。7月11向阳也伫咧这期嘅布尔诺公开分享到这台语诗和台语的音乐性，也讲到台湾过去受到威权统治历史，也因为这期过去也捌经过着这共产专制的统治，真侪民众听到台湾史一段无民主无自由的过去，会人讲因有真深的动力感。竹林、蒙雾、甲山坡，也有轻声细碎的溪水，世界恬静落来的时。台湾作家向阳台语诗读煞了后，得到真侪这区民众的捧声。这区作家阅读会今年25周年，台湾是主题国。7月每一天拢会有一位台湾作家来分享。7月11向阳就伫这区分享台语诗，这首诗世界恬静落来的时，写伫1998年。后来上报10位音乐家为这首诗编曲，伊嘛甲改编的音乐放互现场的观众听。向阳嘛透过音乐性向这区的民众分享台语的七声八调，伊认为通用这个场合，互外国人了解台湾的族群语言和文化等等，是世界认捌台湾真重要的入口。So we could also listen, and after then he was trying to explain us. So this wa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, yeah, for me. 台湾台语、台湾客语，或者是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，拢是即摆拢是国家语言。好，咱以后呢派代表过来，用加派各种无共款母语的作家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安尼就用更较互了解到讲哦，台湾确实是一个多元语言也好，或者是文化也好，有真侪无共款的表现的一个国家。另外，向阳嘛透过伊的诗来分享台湾的历史、白色恐怖等等。因为这期捌经历过二向帝国和共产党的威权统治，甲苏联的镇压等等，这些民众拢真好奇台湾过去迄段威权的历史。How much similar it is with our history, with communism and all of that stuff. 伫这区主办的作家阅读会，自7月初1到今已经10几天了。主办方是表示讲，每一场台湾的分享拢来袂少人。那向阳是指出讲，伫咱这区因的文化风气有通好发展到安尼是经过几若10年的累积，所以伊也相信讲，咱的台湾文化只要继续打拼落去，都有机会甲咱的文化推展到每一个所在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柯炳哲伫这区的采访报道。